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无名无姓问猪头病。这句俗语有两个意思，头一个是讲毋知咧问何事甲何人，无缘无故就补一句话出来。第二个意思是讲人毋捌礼貌，袂晓讲叫，袂输人无名共款。敢若无要讲叫，人就像做事人手举的迄支猪头病，袂甲你应。有的人习惯真歹，要参人讲话，拢敢若会晓无怪人无要甲应声，各方口说我敢无名无姓，你是咧问猪头病哦，有影真笑亏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